自2023年10月初6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做基督的父老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第2章14、19、17节。感谢上帝，因为甲基督结连，我时常互上帝带去参加基督凯旋的行列。上帝阁用阮去逐所在宣扬对认捌基督才有的香味。无论伫得救也是沉沦的人中间，阮正做基督的香味献互上帝。对得要沉沦的人是死的臭味，对得要得救的人是活的香味。什么人会堪得做即款代志？我无亲像真侪人将上帝的话做俗戏、拍卖，颠倒是做一个纯真的人，受上帝差派，伫伊的面前靠基督宣讲。做基督的父老，前一阵仔高雄掀起挂包大战，在地老二号春兰挂包，伫门口挂布条仔，强调紧厝一家别无分店。原来旧里迄间店无够20公尺的所在，开一间春润挂包，搁伫布条仔写有定伫遮经营50年。这是新店的行销策略，透过老二号的知名度来为家己的店做广告，互顾客伫不知情下面前往消费。对这老二号的头家讲，无关系，大家各凭本事，甲物件做好上重要。检采行销手法会当一时奏效，总是食物的好滋味，才是吸引人继续上门的关键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保罗用当当时军队凯旋的图像来形容耶稣的胜利，佮自称伊是基督凯旋队伍的父老。颠倒时，凯旋的队伍中，缀伫父老后面的是祭司，队伍上后面的就是得胜的大将军。祭司烧香散发的芬香香味，对凯旋者来讲是胜利的香气。毋过，对受俘虏的人闻到却是象征死亡的臭气。保罗用安尼来说明，伊和众信徒安怎带着基督的香气。保罗伫哥林多教会的侍奉，哪像拄着挫败，伊却用做基督奴仆的身份为荣。伊讲，什么人会堪得做即款代志？事实上，若毋是上帝赏赐能力，无人会当胜任。保罗对哥林多的信徒讲，伊无亲像遐个唯利是图的人，甲上帝的道当作商品，伫叫卖无利。伊是上帝差派的基督仆人，伊的使命就是诚恳宣讲上帝的信息。19世纪的苏格兰宣教师 David Livingstone 伫非洲宣教16年了后，返去英国，受邀请到格拉斯哥大学演讲。当伊上台的时，人看到伊瘦阁薄板，面严肃阁满是条纹，还有互西亚家乡阁袂听使唤的倒手。伊的皮肤因为久长晒日已经成做棕色，耳孔因为风湿病已经半草原人的状态。当 Livingstone 开始分享伫非洲宣教的经历，大家所有人拢肃然起敬聆听，伊演讲深深拍动所有的听众。Livingstone 对因讲：“
我要转去非洲，我应该甲因讲，到底是甚物款的力量支撑着我，互我会当伫生活甲信仰的道路忍受痛苦和艰难、孤单的生活。这就是上帝的应允。我要常常甲恁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日。表面上看，保罗和利文斯顿拢捌伫侍奉经历挫折，毋过因并无认为家己的侍奉是失败的，因为因所夸口的是基督的德性，所散发的是基督的芳气。默想，伫侍奉上经历失败也是挫折的时，我拢安怎面对？伫我的侍奉中，是毋是有散发出基督的芳气？伫侍奉上经历失败也是挫折的时，我拢安怎面对？伫我的侍奉中，是毋是有散发出基督的芳气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你是得胜的君王，我是你的俘虏。感谢你，互我通得加入凯旋的行列，伫世间人甲罪恶的权势，夸口你的德性。求你互我会当散发香芳之气，互人会当对我欣赏入目。你是搁我的主基督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